下面是讲的第三个啊，就是先贤，缘起，空性质量啊，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观待入空中化，故非不一而存者。本体若成必成理，观待因缘则相抵。它这里呢，就是讲那个先贤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量啊。比如说我们修家行的时候呢，就是修人生难得的这个量，就是最后的那个这个境界界限呢，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到一定的时候，这个缘起空性在任何一个修行人面前出现的时候，什么样的这个量呢？他这里也讲了，就是作为真正通达这个缘起空性的一些修行人啊，就是瑜伽师啊，就是修行比较好的这些人面前的话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有啊，就是无有这个单空的话呢，不观的就是像那个空中的这个现化一样啊，就是没有这样的啊，就是非不一而存在的，就是根本不可能呢，就是不宽的。当然，这个空中的现化也是并不是不观的而独立存在的，但是这是一种比喻来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法就根本就是找不到，就不依靠任何一个法，不观待任何一个法而独立的这个无有的法。啊，就是无有的法呢，就是绝对是不会存在的啊，就所以呢，这是这个不会呢，就是堕入断变，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因为一切法的话呢，就是它现象是必定是存在的，不像空中的话一样的啊，空中的话的话呢，也许如果存在的，它是无缘无故的，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呢，全部都是依靠各自的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所以呢，不可能是不观的而这个产生的任何一法，就是这个也没有的。然而它的本体呢，就是如果是这个成理啊，那如果成理的话呢，它不观待这个因缘而产生的，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一切万法呢是观待这个因缘而产生，所以呢，如果是不观待因缘而产生，或者是有的话呢，那观待因缘呢，就是对他来讲是恰恰是相违的、相抵触的啊，相抵触的。所以这个几种当中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缘起空性呢其实显现的时候呢，就是它是这个空性的，而空性呢，就是既是这个显现身不异空，空不异这个摄的这种道理呢，就是是这个缘起空性的一种这个境界啊，就是这种这个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呢就其实显现是一切法会这个显现，但是当它这个显现的时候呢就不会呢就是真实这个存在。我记得在那个岳沉论是那个这个造的中观400论的著述当中都说过，就是说是我不会呢，就是说是一切法是这个没有的，因为我承认是这个缘起法。我不会呢，就是说是一切法呢是这个是有的，因为我这个承许的是这个缘起法。那到底缘起法是什么样呢？就是缘起法呢就是如幻如梦如阳眼如这个岁月如幻术般的就是显现的。然后这些显现的话呢就是无实有、无自性、无本体等等，就是它在这个400论的注释当中呢，就是大量的就是文字来就描述就描述呢，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像这个如梦如幻一样的。如梦如幻呢，我们口头上都是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这个其他的法是如梦如幻，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法，就梦境的法跟我现在见到的法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梦中的这些法呢，就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它有它的一种因缘，然后当真正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无起的显现，而最后的话呢，就是灭的时候也是无种无因。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就是世界上所看见的这些法，当我们先见它的时候呢，就是有它的本质的存在，当它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显现的，最后因缘灭的时候呢，它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净宗的印象呢，没有什么差别我记得在华严经里面也有比较这个适合的这个校正神道缘起如诸法界就是神道缘起如诸法的，见有为法犹如镜像就见有为法犹如镜像。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有为法，就像是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像一样的。镜子里面的影像是什么？山河大地这个金银财宝都是在镜子当中是可以现象，但是作为一个通达缘起道理的人来讲呢，就是这些都是现这个无自性的。所以现在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跟这个幻术没有什么差别
就幻素有什么什么库珀菲尔，就是那个美国有个就是特别就是个以前那个80、90年代的时候有个非常这个出名的，他的是当时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在世界上呢就是也是成为是这个最伟大的最这个就是超级的一种这个魔术师啊，就是依靠他的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工具和一种这个特异这种功能的话呢，有时候就关在监狱里面，就是也可以通策而这个出来，有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也可以这个就是飞行啊，就是可以飞翔，有时候呢就是把别人的什么这个100万的这个美金的这个卡，就是全部这个撤完了以后的话呢，又重新这个恢复啊，等等，就是在世界上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很多的事情，其实它呢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因缘的这个聚合，这种这个因缘的聚合的巧妙动到的话呢，世界的这个玩法呢，就是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呢就是造就在有关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以这个幻术和以魔术师啊，就是魔术师和幻术师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都是相同的，所以这种这个境界，一旦我们真正是了达了这个空性的意义的时候呢，先即是空，空即是，或者显现和空性呢不会这个轮番显现的，一旦无有轮番，是先见无起之缘起，什么这个宗喀巴大师那个三主要断论的最后里面是什么断除一切执着像这个20间接即圆满。就是一旦那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显现和空性是，这个校正是那个张家国师就是引用在那个缘起禅的讲义里面啊，就是这个他说是这个宋词呢主要讲那个缘起空性的这个境界的量。就是降量。那样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显现的时候不空，空的时候不显，是轮番显现的。但一旦呢，就是这个瑜伽是真正是见到这个空性缘起的时候呢，就不会这个轮番显现的。当我们看到柱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是它的柱子的这个本体是这个空性的，然后无起的这种缘显呢，就是已经这个现见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断除一切执着相就我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断除执着相。所以宗喀巴大师见到那个文殊菩萨的时候呢，就文殊菩萨给他讲的这个窍诀是什么呢？当你显现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这个执着，就无有执着就这个就是最深的一种窍诀。我们见到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就是对它产生一种这个执着就要么是好的执着，要么是不好的这个执着。好的执着呢，就是对它产生贪心；不好的执着呢，就是对它产生嗔恨心就进行这个取舍，然后在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造下这个业。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已经讲到了，就是一切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通达的时候呢，就是一切这个执着的这种根本都是没有的就是什么就见尽无我是这个有根界一灭是吧？就是界中什么有根中界灭，什么那个400论里面也老我们通了这不是很高本的，所以要想到就是通达了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究竟意义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一切所见当中的这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所见